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就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嘛是抑阁伫咱的身边，伫陪伴咱。伊的目睭紧紧看着咱，要照顾咱。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恩的祭，用俄乐，用感谢，用大祷来感谢伫主的面前，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听从。亲爱的圣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伫你所赐福予阮的日子内底，阮来领受恩典听从。直到如今，阮经过日子，伫上帝你的赦免内面，阮来经过。主，阮内底活命内底的骄傲，或者是阮因为平安，阮就心高气傲。上帝，求你赦免我，赦免我伫活命内底所有这一切的懒散黑白来。主，搁再一届伫你面前仰望你，来将我内面灵魂的毒根甲伊拔掉，互我活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主你三角同行。耀我上帝，感谢你所赏赐予阮伫地面上有一群彼此相疼兄弟姊妹。互相扶持，彼此鼓励。上帝啊，帮助我，行伫你的心意内底，互我会通伫圣灵的引带内底，有我靠主你圣灵来行的即款的运势。主啊，因为确实发现我家己无会做啥物，就亲像主耶稣你甲我讲的，离了我，恁就袂当做啥物货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早就已经将这个代志甲我讲，今日我也确实知这是一个真理，实实在在的代志。离开你，我就啥物拢总毋是，就亲像树枝互夹起来，等伫外口孤单去，互火烧。上帝求你赦免我，主耶稣求你搁再一届帮助我，帮助我，互我会通伫主你的话语内底听谈你的话。伫到伫圣灵的运行当中，主，阮会通遵行主耶稣基督你所教示阮的被上帝的心意，通互阮伫一生的年日内底，甲主你同行，对主你来行。愿一切颂赞而乐，荣光归于你。愿你的名伫阮当中得到胜利，互阮也因为你的同在，阮会通进入上帝你的丰富。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于你。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工友来报告，谢谢。也这平安，非常欢喜。牧师讲的，清早落了甘霖，互这个五穀菜色伫你心中。互咱把着伊的慈爱，伫即时直到永远，阿免。消息报告：第6月7日拜六9点到下晡4点半，陈瑞兰传道甲廖正的新姊妹已经伫东台教室，就是台中台新学院延伸的课程完成本学期教会敬拜密集的培训课程。今仔日会程，请为会程来代祷。第二，王世荣兄弟的母亲伫6月7日离世，定伫6月12，就是要拜一中午12点，伫殡仪馆怀体厅举行公祭。会当参与的兄弟，请伫11点45集合，一同将安慰带遗族。第三，6月16，要拜五暗时7点半，社区祭坛伫救主堂举行。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社区起坛守望。第四，6月25要拜日下午，教会半日游将前往龙家火影山公园进行，预计当日下午2点按教会出发。交通治理，敬请互相小载。暗顿回程。暗顿一同用餐食，每人400，无用餐食免费。敬请兄弟一同参加，报名详细请看周报第6页，请向各小组的组长来缴费。第五，南部教区
定伫8月13到8月15举行信徒灵修会，主题赢过婚姻周期的试炼。讲员王志超、林丽辉牧师夫妻，地点伫乌沙头水谷风景区，费用活动详细请参阅公布栏，请向各团契团长或者是小组的组长请到办公室报名到6月25截止。第六，教会要举办高国中课业辅导培读班。时间暂伫要拜六下晡时段，客服的老师有林梦欣、林梦少兄弟，欢迎有意愿的兄弟，请向少的传道报名。以上报告对另外一个补充报告，请等者中青团结兄弟，就是你是组长、小组长，还是你是同工，请伫10:40往地下室集合。要来半年度的时间讨论，请以上报告，谢谢。咱看报告的第2点者吼，迄个周报顶悬咱是写12点吼。了迄个细王兄伊的即个吼，因妈妈因为12点是公祭，了因11点半的时阵是假祭，所以咱是伫11点半到12点当中，咱是11点50分的时阵要伫怀地厅迄个所在。来举行咱的追思式所以呢，请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尽量做伙来家参加。若会当参加的兄弟，请会当伫11点45的时阵，咱会当提早到伫迄个所在，会有一寡小块的组织同心的祈祷。大家咱会安尼邀请咱圣经应允咱顾念丧乡的人伫遭丧的家庭内底，咱去甲伊看顾，甲伊慰问。耶和华上帝应允讲，安尼耶和华上帝心就喜悦伊。迄是咱会当为着家属所做的一寡，愿上帝帮助咱。感谢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伫主内底的关心。谢谢，感谢主。咱这时三甲做伙要来敬拜，咱用诗歌同齐做伙来敬拜，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。哈利路亚。是我主，我的望，是我的坚固磐石甲开朗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王。关带甲盾牌，我的心较无，要互你欢喜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望，是我的坚固磐石甲开朗。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较无。我诚心向你跪落敬，咱三角起立来吟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望，是我的一生磐石甲开朗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
待甲盾牌，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待甲盾牌。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。咱同齐来祈祷，是这首诗歌讲，主是咱的愿望。咱的经济检采有欠缺，咱的身体检采有软弱，但是主是咱的愿望。咱检采伫真济事项内底，咱一直赢袂过迄个试炼，但是主是咱的气力，毋是靠家己，是甲上帝三甲同行，是倚靠圣灵。每一届圣灵引带咱就愿意马上降服，安尼咱才有能力赢过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宣告三位一体的爸上帝是咱的主，是我的主，是你的主，是你的气力，是你的倚靠，是你的愿望。开声来感谢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圣哉，主我是专注。真侪时阵我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一直拢是无能为力的。上帝啊，凭着我败坏的本性，我实在是亲像地角的火柴，总是上帝你疼我，你应允要甲我对着罪恶内面救出来，要甲我对着地角的火炉当中救出来。主啊，来帮助我。你知影我的心思意念，你知影你是主，我也仰望你，搁再一届向你恳求，互我会当真正是会当经历上帝你来得到胜利，上帝你伫我的身上得胜，圣洁的得胜，互我伫你的内面满有你荣耀的同在，伫你的引带，伫你手术的气力。主啊，我倚靠你，就无地高灭亡；我倚靠你，就会当对着转弱中刚强起来。我倚靠你，主啊，我要倚靠你，圣灵啊来救我，来救我，来救我，救我脱离所有一切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肉体的情欲，互我伫你的内底活出上帝圣洁儿女的款式、德性。丰盛永远的荣光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进入你，进入你的同在，进入你同在的实在。感谢主，感谢你的听，甲阮同在，引带阮，哈利路亚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愿望。是我的坚固伴照甲快乐，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待甲盾牌，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待甲盾牌。向你跪落敬拜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
我款待甲盾牌，我的心较无，要互你欢喜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，我诚心，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伫这个热天的日子，上帝赏赐予咱有雨水，感谢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，树头伫悄悄欢喜地饮食，溪水边草木青青水个甘甜，我看见上帝的名充满伫梦里。亲爱兄弟，咱即时咱徛起来好无？了后的时阵吼，你去找2、3个人，甲伊做伙，大概呢就4、5个人做伙吼。啊了后你甲伊，如果你若还无认捌伊的，你甲伊认捌一个。啊，我感觉有一个真大的恩典，就是上帝欢喜，互咱正做一家人。
了后的时阵，咱真正爱熟悉咱一家人，所以来咱去找吼，差不多4、5个人做一组，4、5个人做一组哈。了后你熟悉伊一下，加一寡熟悉伊一下哈。来啊，甲伊讲话啊，甲伊讲话。来暗暝做伙祈祷，甲伊祝福就好。来为伊祈祷，为伊祝福就好。啊，为伊祈祷，为伊祝福就好。啊，为着伊的家庭祈祷，为着伊的身体健康祈祷。啊，为着伊的工作顺遂祈祷。啊，来甲伊祝福，来甲伊祈祷。伊是咱厝内底的人，哦，咱着较济来熟悉伊。哦，同齐来开声，来为伊祈祷，来为伊祝福。哦，请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阮实在是感谢你的疼痛，甲阮三个同在，享受安乐圣教会，真做一个美好的大家庭。伫上帝你祝福的内底，祝你的疼痛亲像春风吹来，祝你的恩典充满，亲像玉兰花的香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我要亲像树头枝的七巧同款，每一日吟诗，每一日学乐。每一日敬拜上帝，耶和华你甲阮三个同在，你带阮伫溪水边啉食，互阮所需要的隆重丰盛。就我们看见你的疼痛充满伫阮的身上，充满伫万米。你是主是上帝，主就是上界细的一枝草，你就犹原予伊有露水。主伫你的疼内底，万米拢在显明你的慈爱。你的信心，阮就是存到这一口气，也是对着上帝你所来的。主啊，你赏赐予阮这么济、这么济丰盛的恩典，一口气一滴水，一滴水一口气，虽然小小，却是累积伫阮内面丰盛的慈爱、丰盛的怜悯、丰盛的疼痛。一生愿踮伫主你的内面，阮就是要学乐你创造的大权能。阮就是要感谢你赏赐一切丰盛，主感谢你赏赐安乐圣教会，真做一个疼的大家庭，彼此关心，互相照顾，伫上帝内底三疼一家庭。感谢主，将一切颂赞而乐归于你，继续将你的疼灌压伫安乐圣教会。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，树头伫树鸟欢喜地吟诗，溪水边草坡青水水个甘甜，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米。
要甲主做伙行，经过溪水爬山岭，有伊做我的牧者，什么代志拢免惊。无论风雨也是苦，拄着日头甲风雨，万事有你在照顾，我是放心来交托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作伴，你的听通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这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我要甲主做伙行，我的需要你知影。当行过日日夜夜，你的稳定真够听。我无家己的竞选，一切拢是主掌管。但愿我心的完全，听你对你到永远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作伴，你的听通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这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作伴，你的听通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这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这路上，这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主，我们将一切感谢拢献予你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拢是上帝你极大的恩典。虽然伫起初看起来是遐尼少，但是累积到伫如今20年、30年、5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，上帝阮看见，原来遐尼细的一项代志，
真做90年来这么大的稳定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一脚步一脚步的引带阮，带阮爬过山岭，带阮撩过溪水，直到如今，你犹原用你的手骨来牵阮、带阮、抱阮，伫你的行程，伫你的疼痛内面。你是主，用永远的疼阮，赦免阮拢总的辜负，引带阮进入你所为阮备办一切的试炼，互阮拄着艰难困苦，训练阮，互阮真做有能力、有智慧，体会到家己软弱，就近你来得到能力，真做上帝你的后生查某囝。叫阮活的就是基督，死嘛也有益处，因为阮活的甲主你三甲同在，无论是活也是死，阮拢总是基督活的人。感谢主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，你的信实，你的公义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愿献上阮的感恩，唯愿你继续伫阮的心上做成你欢喜的工，互阮甲阮的子孙世世代代伫你的照顾、伫你的保庇、伫你的引带内底，真做上帝你设立伫这个世代，伫每一个世代阳光的见证甲金灯台。感谢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做伙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这时要三甲做伙来启用。应该是24篇哦，谢谢。启文第24篇，咱同齐来启用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通到80岁。求你指教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，求你互阮早早把得你的慈爱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。愿主阮上帝荣美归伫阮身上，愿你坚固阮手所做的工，阮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阿门。咱即时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约翰福音6章22节到40节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
第二日，徛伫海边的众人知影遐里无别只船，只有一只细船。又搁知影耶稣无甲伊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家己去的。总是有几只细只船对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注射了后分饼互人食的所在。众人看耶稣甲门徒拢无伫遐里，就上了船到加别龙去找耶稣。既然伫海的迄边找到了，就对伊讲：“rab比，是啥时来到遮呢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找我，并毋是因为看到神迹，乃是因为食饼得到饱。毋通为着迄个会害的食物劳力，爱为着迄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互恁的。因为人子是被上帝所印证的。”众人问伊讲：“阮爱做啥物，才算做上帝的工呢？”耶稣回答讲：“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上帝的工。”因又搁讲：“你做啥物神迹，互阮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啥物代志？阮的祖先伫旷野食过玛纳，亲像经常写着讲。”伊对天顶赐了牛来互因食。耶稣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迄个对天顶来的牛，毋是摩西赐互恁的，乃是我的爸将天顶来的真牛赐互恁。因为上帝的牛就是迄个对天顶降落来，赐生命互世界的。”因讲：“主啊，常将这个牛赐互阮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牛，到我这里来，的确袂枵，信我永远袂喙焦。只是我对恁讲过，恁已经看见我，抑阁是毋信。既然被所赐互我的人要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无放杀伊，因为我对天顶降落来，毋是要照家己的意思行。”乃是要照迄个找我来的意思行，找我来的意思就是伊所赐互我的，叫我一个嘛无失落。伫末日却要叫伊搁活，因为我爸意思是叫一切见囝来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要伫末日我要互伊搁活。阿门。咱搁再一届来祈祷。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愿用着敬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用讲道甲听道来敬拜你。亲爱的主圣灵，唯独你会当互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家己监察家己，家己责备家己。愿你圣灵照着所应允的这款恩典，来光照阮、监察阮、责备阮、引带阮，互阮会通伫现处时的位置顶面，继续行上帝你阳光的应允，进入你所互阮的望、信息、主爱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咱人的一生定定咧找物件，但是真侪时阵找物件，咱改成嘛毋知找对倒位去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无一定找得到遐物件，总是咱真侪时阵咧找。到底咱咧找啥物货？咱真用心咧找，找这找迄，定定咧找。有一届的时阵，有一个兄弟甲我讲伊讲哦，伊去迄个大卖场，了物件全部拢总买了，了坐电梯的时阵，煞毋知影要去几楼啊？是安怎？咱毋知影要去几楼？因为伊袂记伊车停伫几楼。哦，所以呢，一楼一楼伫遐一直找，摕遥控器安尼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。找差不多要到20分，才找到伊的车。所以有的时阵，咱会
真，咱知影迄个物件伫遐，但是咱无一定找得到。咱知影一定有，但是咱毋知影找到，所以咱用真侪方法，伫咧找，用心咧敲找。圣经伫即个所在来记载讲，第二日，什么时阵是第二日？就是进前工的时阵，耶稣才用5块饼、2尾鱼，饲饱了5000个查甫人、大人，了还有妇人人甲囡仔，所以有非常侪个人。伫个所在，因受耶稣基督，敢若因为有一个囡仔，伊会奉献5块饼、2尾鱼，用迄5块饼、2尾鱼饲了这5000个查甫人，抑个无包括着这妇人人甲幼囡仔。了迄一暝的时阵，学生因伫迄个所在，总是主耶稣行伫海面上，因伫迄个所在串一个主耶稣。当这学生要对海的这边，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湖，对这边要过到迄边的时阵，因伫迄个所在看到耶稣基督行伫海面上，因的心肝大兄行一个，主耶稣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是我。迄个时阵真奇妙的，当大海，当整个加利利海迄个暴风透来的时阵，水真大，船摇显。总是耶稣基督去到因的船顶的时阵，迄个船即时就到了因所要去的所在。伫约翰福音6章进前记了这2项代志，一个是5块饼2尾鱼的新约，另外一项代志是耶稣行伫海面上，了迄个大风大影咧摇显迄个船伫遐摇显，用要并过去。以后的时阵，耶稣上船，耶稣甲因讲：“你毋免惊。”了，伊就去伫船顶，船即时就到了迄个所在。我定定咧想，即摆电视有真济吼，或者穿越，你知无？哦，就是我即摆伫即个所在，结果我穿越到等于吼清朝的时阵，吼穿越100几年，结果才发现原来哦，我是一个啥？原来我是一个王爷啦，吼安尼。迄就是穿越啦吼，你转去的时阵就穿越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穿越，毋是互你穿越转去顶原。耶稣基督现处是船伫遮，但是等下耶稣基督爬起来咱的船顶的时阵，才发现讲，咱的船已经伫岸边港啊，安尼听无？就是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过去。迄是基督显明伊的能力，伊的祝福，伊的活命赢过虾米货？伊的祝福，伊的能力，伊的活命。赢过人的数量，咱虽然一点点啊，就亲像摊主者所吟唱的诗歌，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一口气，一滴水。咱敢毋是就是安尼？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互父母安尼甲咱养饲，渐渐大汉起来。一滴水，一口气，咱吸了偌久？50年、6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互上帝一点一点的稳定。累积到今仔日，咱这个人，真侪人咧敲找上帝，敲找稳定，敲找永远的活命。活的是真好的，非常的好，因为上帝的能力、完全甲智慧是透过世界来显明的。世界是水的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但是是人甲伊用了无甲偌好去。安尼尔，所以上帝意爱咱会通生团真济遍满全地，来照上帝的心意管理这块土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有想过，有真济好野人，我讲4摆比3届搁较济。好野人好野到一个程度，你讲伊意爱住伫倒位？伊爱住伫倒位？住伫庄骹有无？伊一定意爱住伫倒位？住伫有山、有水、有树林的所在。你敢无发现？人就是搁较好野，原来意爱住伫倒？住伫上帝创造的，咱讲这自然界。咱有发现这一点无？原来人的心中
到伫路尾所意爱的是啥？嘛是出伫上帝。人只有找到上帝，伊才有法度真正来认捌这个世界的意义甲祝福。上帝阳光是透过世界显明伫人的面前，所以咱真正时阵咧找为活命的源头，找人生的祝福的源头，咱伫遐咧找。亲像这个人，因伫咧找，圣经讲到伫第27年时阵，徛伫海边，因就伫迄个所在，因认真去找。这是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这边到这边大概有25公里，这边到这边大概有15公里。你该看这的时阵啊，因来到伫这个所在提比利亚。耶稣基督伫这附近这个所在备饼，互人食。了后，因来到伫遮尔找来，总是伫遮找无，所以因就走去加比隆找，大概15公里。所以差不多对倒呢，差不多对咱遮甲公山。那么伫这当中呢，因用真济时伫这个所在因坐船，加利利海定定透风，佮透啥物风？透北风，这是北边。所以因对南边面。为遮算西边面，要去北边，但是因是爱怎样上北，所以风会透为遮过来。所以大概只要1点钟过差不多，用安尼船安尼过，1点钟差不多过10公里左右。若佮加上透风起来的时阵，可能会佮较慢。所以呢，因大概爱用1-2点钟的时间，对着提比利亚到加比隆来找耶稣。来到遮的时阵，敢找到，嘛是找无到呢？所以因伫个所在找无到，佮真认真做，找到尾手的时阵，才真正找到。好，当因找到的时阵，因伫个所在，即群人用遮济时间找耶稣，因到底为虾米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今仔日咱用遮济时间来做礼拜，咱是咧找虾米？是安怎要找？咧找虾米货？是安怎要找？咱如果一礼拜用2点钟的时间来找，咱就找到什么货？找到兄弟姊妹散会了后，来煮饭、咖啡、泡咖啡，真欢喜。这是其中之一，是真正真大的恩典。找到什么货？找到建基兄伫主日崇拜的时阵，甲咱直播录影送去甲全世界，吼，牧师伫全世界拢互咱看到，就是敢若找这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真斟酌想，这个人因伫个所在咧找，因咧找什么货？咱人拢会找。因伫海边了后找到耶稣，就甲伊讲：老师，你啥时阵到这个所在来？这句话其实甲咱伫电视报地戏样的时阵，抑个有咧讲的时阵，你毋知会记无？迄黄俊雄报地戏拢会讲即句：莫面倒一个人来了，了伊就讲啥？欲驾光临，万出万迎，失敬多多，有无？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伊虽然听起来改成真热情，哦嘛，真正真有熟练。哦，老师，你什么时阵到遮尔来的呢？总是实际上，这句话是啥？非常客气，并且充满啥宗教性的术话。话术，什么叫做话术呢？话术就是讲无影无只，但是我甲伊讲甲足熟练。所以这款的，甚至有的时阵吼，做牧师的人甲你问讲：啊，你今仔日有读圣经无？其实我家己都无读，毋过我甲你问的时阵安怎？袂输我足熟练的，我足读足济。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客套，这叫做宗教性的话术。这是真恐怖的，因为宗教性的话术、宗教性的礼仪，会互人感觉袂输真正有咧信上帝。逐礼拜来做礼拜，敢就真正有信上帝？有啦。圣经讲撒旦嘛信上帝，毋过信甲安怎惊惊苗苗错。咱信上帝是安怎信？有诶信有足侪种。礼拜日的信徒，了后我一讲哦，我一讲的时候，我听到啥物人听到曾德杰讲吼，有一款基督徒吼，做 CEO 基督徒 ，CEO 基督徒是啥 ？Christmas 吼，就是西啦吼，啊伊就是啥 Easter 吼，过偌济。啊，O 是啥 ？Only 吼，对啦。Christmas Easter only， 嘿，这个话是啥物意思？
圣诞节甲过偌济才会来的啦。这叫做 CEO 的基督徒哦，安尼你知无？所以基督徒有真济种，到底我是啥物基督徒？我咧找啥物货？我来到遮要找啥物货？要得啥物货？我到底来遮做啥物货？耶稣基督知影因的内心，看到因遮尔认真的时阵，知影就是原来昨迄项代志对因有真大的影响。昨发生啥物代志？5块饼2尾鱼，吼了5000个人食饱饱，即声特动啊！若对着耶稣哦，拢做安怎？拢毋免烦恼啊！吼，保证你食会饱，困会烧，哦，枵袂死，吼，绝对是安尼。所以呢，因安怎？因就去了。耶稣基督就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来找我，毋是恁看到神热，乃是因为啥？食饱食饼得着饱。主耶稣甲因讲：恁毋通甲目标看了毋对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咧追求真济物件，就亲像即群人共款，咧追求啥物货？追求名声、地位、富贵、名利、欲望的满足。这个物件叫做乌金光啊！吼，你捌看过这个物件无？看过这个物件，表示你拢有货啊啦！对啦，看过这个物件，表示拢有货啊。这个乌金光哦，伊安怎样呢？1990年的时阵，你若有才调炸着这吼，就表示啊，你足英雄的就对啊，你足猛的。电池啊吼，这电池的量吼，上计干安怎？互你讲30分钟的电话尔。佮安怎样呢？这天线安怎？足大坑哦，但是收信足歹，毋过依然安怎？佮会安怎？有的时阵听，喂，到遮来讲几步，嘛毋知到底咧讲啥啦。哦，就是哦，了后佮再来啥？单纯哦，就是敢若会当安尼饲号码尔，敢若听甲接，敢若会当讲30分钟电池的量哦，下完佫听袂清楚，有诶时阵可能讲几十分哦，嘛是也讲无清楚代志。但是你敢知影这是啥货？这真趣味。1983年的时阵，台湾一台卖偌济16000对无？佫讲对16万，迄个时阵，1983年的时阵，台湾一台是卖16万哦。军公教的平均的薪水也无到1万块，你就知影讲这偌大。但是迄个时阵，真侪人安怎咧追求这，哦，举一支乌金光的出来。毋过大部分啊，举乌金光的出来，拢是安尼去啦。哦，较少吼咧行动咧做生意的。总是啊，有一个牧师啊，过无偌久的时阵哦，有一个物件，这你有无？摩托罗啦，你若看到这哦，这表示中年老啦，毋是足老啦嘿。哦了，这哦了有一个老牧师哦，伊伫迄个时阵哦开了袂少钱哦，买一支小海豚，这小海豚其实是摩托罗啦哦。了买了一支哦，迄个时阵哦，伊差不多开了3万几块。迄个时阵哦，一个牧师的薪水哦，介悬的牧师哦，嘛是差不多3万通块、4万块尔。但是哦，伊安尼哦，餐低竿切5角，就甲切落呢。买一支，就甲切落。伊就想讲哦，你看，安尼有手机啊，安尼真丰盛呢。了后时阵哦，伊以后啊，安怎样呢？伊以后吼，怎啊做一个代志啦吼？伊以后做一个啥物代志呢？伊讲哦，过无偌久啊，3个月以后哦，人若咧买手机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手机啊抑阁真贵，了后通讯费嘛真贵。迄阵啊有月租费的时阵哦。你到600块的时阵，才会当讲偌久。有的是以分计费，有的是以秒计费，所以迄阵啊拢真斤计较。迄阵也无啥物智慧型，得干会当讲话尔哦。贵甲用要倒头栽2万几块。即摆手机啊，佫会当有画面了，佫会当试，佫会当上网，一支都免1万块。迄阵这一支2万几块咧呢。所以。老牧师哦，就安尼甲敲落，你过3个月了的时阵，伊拢劝人讲吼，若要买手机，伊拢讲毋好买。了时阵人甲伊问讲是安怎？伊讲我你讲，我办手机啊吼，我安尼想讲吼，迄手机啊咋哩安尼？逐工就伫遐等，迄手机啊看会响起来无？逐工就伫遐等，结果的时阵3、4个月，敢若接到3通尔。佫是因某敲互伊的，甲伊讲老的啊，你安怎有好无？有好势无？有哦。你就了后伊讲，伊就甲因牧师就讲，有啥物代志？伊讲无啦，我就看你手机啊，无人敲互你安尼尔啦。所以哦，你也看，亲爱兄弟姊妹，
有诶时阵，咱真认真咧找，真认真咧追求一寡物件。但是将其落尾乌金刚，将其落尾小海豚。即马乌金刚有咧卖无？有啊。网络也阁有咧拍卖，一支偌济3000箍。阮古早诶时阵哦，讲迄乌金刚哦，是安怎拢是大部分拢是安尼去咧举呢？因为吼啦，含人相拍诶时阵，拍输乌金刚哇弹落去吼，会甲人个头哦讲甲破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人生真侪物件你咧追求，咱咧追求，我咧追求，但是遐物件敢真正有遐重要？这人费尽心机来找耶稣基督，伊咧找什么货？耶稣基督讲：恁干那咧找，互你巴肚要食的物件尔。一个人专心努力打拼咧追求世界的物质，就真容易忽略灵魂的休困甲氧气。所以将其落尾，伊会互伊的灵魂退化、老化，甚至到落尾强化去，会变做化石，袂顶袂动。将其落尾，伊会对着这个世界完全拢总硬心去。对属灵的代志，一点仔感觉都拢总无。所有的病痛，拢毋是一万年开始的。是安怎人定定咧做癌症的检查、肝的检查、腰子的检查、血液的检查，咱真侪时阵做即款健康的检查。因为咱真看心咱的身体，咱真在意咱的身体。但是咱的身体，今仔日的启应文讲，咱的一生是70、80、勇行90、100字，但是其中所夸口的呢是啥物货？劳苦愁烦。所以今仔日咱需要重新搁再一届来面对的是，咱的身体，咱着遮尔啊斟酌。伊只不过是活120年的时间，但是咱的灵魂呢，伊要活到永永远远。咱有好好啊，互伊来得到休困，有好好啊来甲伊养饲，有好好啊定定用上帝话来甲伊做健康检查啊无？这是咱需要斟酌的。主耶稣甲因讲，恁会打拼努力，爱斟酌方向对还是毋对？耶稣基督讲：我行神迹。出伫上帝，只望上帝，但是饼是望着人，是人的欲望，人的腰，人的饱，但是食饱阁会枵。主耶稣甲讲，这个物件会真紧过去，总是恁伫这当中注意斟酌看，恁看到神迹，但是怎样看袂到耶稣基督就是神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爱斟酌的。耶稣今，我甲你比一个咧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是一个医生。有一天的时阵，伊请我食一顿饭。了的时阵哦，我就定定去病院，找伊请我食饭。你讲安尼敢对？我有一个医生的好朋友，了有一届伊请我食饭。了呢，自从伊请我食饭了后，我就定定去找伊，找医生请我食饭。安尼敢对？找医生无应该是请我食饭，你敢听我的意思？找医生是爱伊帮你看病，毋则是正常的。咱是定定咧找医生请你食饭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，那么咱应该爱斟酌、爱在意的是。伊是神，伊所做的代志，应该是引带咱看到上帝。这才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界重要的目的。人的动机甲目标若是错误，伊就是找到对的人，伊嘛无一定会得到帮赞。所以，一个错误的动机，耶稣基督来到底是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咧澄清因的问题。真侪人来找耶稣基督是。因为伊的病得到医治，所以后界若破病，伊就是一直请耶稣基督甲医治，无毋对，伊是
有的人是因为伊经济来拄着麻烦困难的时阵，了来祈祷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帮忙伊，了伊一直就是爱耶稣赏赐互伊钱啊，赏赐互伊厝啦，伊就是甲耶稣当作财神爷咧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真毋对的观念。耶稣基督是老师，无毋对；耶稣基督会当解决咱的经济问题，无毋对；耶稣基督会当解决咱人生所有一切代志，无毋对。但是，请会记，耶稣基督是来做主的，毋是来做奴仆的。伊做奴仆来服侍咱，毋是应该做，是因为伊疼咱，咱无权利甲伊要求，是出于伊对着咱的服侍，咱才有法度得到伊的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伫这个事上，甲耶稣基督的位置定位，互伊好势。相机若是拍扑走无着伊的焦点，还是咱的手伫的所在害来害去，搁较缘投的牧师嘛哪翕袂水啊！所以咱一定要非常斟酌注意，你来找耶稣动机甲目的到底是对还是毋对？咱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到底为着什么货，咱咧敲找？你拍拼遐真的侪时间，真认真、真讨、真用心咧找。有一个人，伊走6公里的路，好，安尼走6公里哦，走甲屁屁叫，了后，迄一个用要大开着，用要喘袂过来。结果伊是用伊一个看，好像啊，根本伊拢无震动，但是明明伊走了6公里，是安怎？因为伊伫跑步机顶悬啊。所以虽然走了6公里，有啊，跑步机甲伊讲你走6公里啊，但是实际上对头到路要安怎？伊就伫迄个所在尔。今仔日咱的活命也是安尼。上帝甲咱讲，透过圣经，上帝咧咱讲话。总是咱嘛真认真读圣经哦，读，好，真认真好。咱若照上帝的话安尼行，一定赞。所以咱得真认真读到落尾呢，安那有啊，上帝知识咱有啊，上帝智慧咱有啊，但是安怎拢无咧做啊。所以安怎，犹原搁伫跑步机顶悬啊，无走，无离开原来的所在，用遐时间咧读圣经。只不过是咧安慰家己的宗教良心，这是何等的可笑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在咱的活命内底，咱需要向前来行，向前来看。有的时阵，咱有一寡无甲偌正确的观念。人有的时阵讲，我只要努力运动，虽然食真济物件，嘛会当减肥。亲爱乡亲，我甲你讲。营养师吼，甲我讲哦，牧师毋是安尼哦。你食真济物件，真认真运动哦，你无才调减肥，安怎？你讲我都有认真有咧练啊。伊讲有，你的肌肉会较定，哦，身体会较勇健，但是体重袂减，安尼才好。所以要减肥绝对毋是干那靠认真运动，佫有另外一个，或者爱食较少咧。少吃多运动才会减肥啦，知无？食较少咧，较运动较济咧，安尼的时阵，你的热量就会比你的运动的量，你一定所付出你生活维持你身体生命基本量的时阵，甲你食入的物件爱较比迄个较比运动的量，甲你食的物件的热量爱较少，迄个这。热量负数啦，赤字热量的时阵，你才有法度减肥。那甲无的时阵，食足济了认真来运动，但是哦，因为咱所需要的热量无遐济，所以大部分遐物件会变做伫你的肌肉，但是实际上无法度减肥。佮另外一个代志，那拼死拼活吼，就一定会当好嘢，安尼搞遐吼，应该才是全世界上好嘢，但是无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一寡物件伫咱的活命，伫咱的头壳内底，咱来去思考。
用真济时间咧做代志，但是敢有甲代志做好对，这是更较重要的。我若要去府前路，我出去礼拜堂外口，我着正平走好，我走喺100米的速度吼，安尼认真甲伊走出来。我走愈紧，离开府前路愈远，因为我一直走去健康路，因为方向毋对去。所以究竟你的拍拼，你的认真有对伫迄个所在无？耶稣基督甲因讲：恁毋好为着遐物件过头努力。今仔日咱的活命内底需要得到满足，即需要得到满足。伊本来就是需要腰爱会食，喙焦爱会啉，夜深爱休困，这拢总是一定的。活命一定需要满足，若无腰饿感就一定会存在。忝你就会想要困啊，腰你就一定会想要食，喙焦就会想啉水，迄是生命的需要。所以咱生命需要来甲伊满足，但是袂当天性。我阁讲一解，生命爱满足，但是袂当天性。所有天性的生命到落尾啊，就会亲像咱人咧讲的“生猪野走，生囝不好”。今仔日真济物件，就是安尼生到尾，怎变歹去，变歹去。你捌生过猫无？捌生过狗无？你捌听过迄猫甲主人的面泉甲咬落无？你捌听过迄狗怎甲出死婴啊？怎甲伊剥落无？拢是成了过头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非常的斟酌。人甲物是无共款，人甲动物是无共款。咱爱好好养饲所有的猫甲狗，无应该甲因苦毒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，甲猫甲狗成甲变做咱的囝，甚至比咱的父母更较重要的时阵，迄就叫做人无照天理啊！圣经创世纪内底就讲到一句话：上帝创造万物，各种其类。鸟有鸟应该生活的所在，人有人应该生活的方式，无应该甲人甲鸟放做伙，因为因是无共款的。咱的活命需要得到满足，但是无应该受到天性。天性的活命到落尾，敢若会变歹袂变好。耶稣基督甲因讲：恁爱认真爱拍拼，总是爱甲迄个方向用互伊对。恁来找我，找耶稣基督是恁咧找，但是毋是为着你食会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迄个顺序一定爱大声用互伊对。耶稣基督甲因讲：恁来找我，迄个顺序爱用互伊对，因为我是对天顶降落来，伊是上帝。毋是照伊家己的意思行，乃是照迄个找我来的意思行。基督伫这个所在讲一个代志，讲找我来的意思是啥物货呢？找我来的迄一位，就是讲恁着相信我，我是对天降落来呢。因伫咧时阵开始，耶稣基督同齐伫遐对问，咱若斟酌读迄段经文的时阵，你会看到因大声伫咧所在讲，安尼阮爱做啥？亲爱兄弟姊妹。咱抑阁是一直咧强调，咱爱做啥？抑阁是定定咧强调，咱爱做啥？我爱读圣经，我爱灵修，爱祈祷，爱奉献，爱聚会，爱人做见证，对，这拢总对。但是咱若是想要用这来换上帝救恩，安尼就毋对。咱今仔日会读圣经，是因为咱知影咱的灵魂咧要。咱干那读这物件满足咱的宗教心是无路用的。法利赛人敢无读真济圣经？遐物件要怎样成做咱活命真实的养分？咱有感觉，咱有看到咱灵魂的要求无？当咱灵魂要求的时阵，咱就爱真斟酌，真济代志咱爱去看。咱真济时阵
伫所做的内底，其实是对世俗咧行咧做。你斟酌来看，生命爱努力，爱伫有意义的顶面。即句话听起来真水哦。生命爱努力伫有永恒的价值的顶面。你斟酌来看，什么人咧定义意义？做生理的人讲，咱的生命爱做伫有意义的顶面。什么有意义？趁钱就是有意义的代志，对无？卖毒的人讲，咱的人生爱做伫有意义的代志顶面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代志？就是毒品啊，愈卖愈济，安尼就是有意义的代志。所以无共款的人对无共款的意义的定义是无共款的。安尼，咱是虾米人咧定义虾米叫做意义？第二，所有的代志爱努力伫永恒的顶面，但是所有的代志拢有永恒记录呢。有做好有做歹。咱拢有啥？有永恒的记。上帝就是伫永恒内底来记我即个人，我伫即世人我做啥物？若无上帝要用啥物来审判我呢？所以每一项代志拢有伊永恒的记录伫其中。总是咱需要去挑找即个优越感，是安怎咱会用遐尼济物件，要互咱感觉会当满足？人类的优越感是出自于无有真正意识到家己到底是啥物人。你若是一只龟，你想要含土啊伫遐比赛，啥物人较够跳？你若是龟，我若是龟，我应该是含土啊来比赛，讲无咱来比赛游泳，看啥物人较够游，看啥物人较够受水啊。我若是一只蛇。我想啊，伫迄个所在，着含一只虎比赛，看啥物人较大声呢？迄个毋是用安尼比的啊！咱爱真清楚知影，咱到底是啥物人。如果咱若是真正咧超找上帝，咱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是软弱的，我需要有上帝。安尼，我有照基督所吩咐我的无？因伫迄个所在，含耶稣基督三甲做伙辩论，阮爱做啥？主耶稣甲讲，毋是做啥，你爱大声相信，咱的信念爱大声改变。咱的信念若无大声改变，咱就是会用咱家己所掠做到的代志，继续做咱的做的代志。来，即马吼。牧师已经讲40分啊！来，你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讲1分钟，1分钟哦。摊拄啊，牧师讲过的话，啊了吼，迄听的人哦，爱认真听，听看，迄真正敢是摊拄啊牧师讲的，还是伊家己讲的？你敢听我意思？来，即马开始甲伊讲，你找一个人，甲伊讲1分钟。摊拄啊，牧师讲的话，爱牧师讲的才有算哦。啊，若牧师无讲的，迄个人家己讲的，你爱认真来听听。我无人牧师摊拄啊无安尼讲哦。哦，你爱家听出来，来找一个人家讲来，找一个人家讲，拢爱找一个人家讲1分钟。来，牧师讲40分，啊，你到底听到啥话？爱家讲来。牧师讲到啥？家讲啊，讲1分钟。好来1分钟讲，换你甲摊拄啊，甲你讲的迄人，换你甲伊讲倒转去，我来甲伊讲1分钟互伊听。啊，你要爱认真听哦，听讲迄敢是真正牧师摊拄啊讲的，还是伊家己讲的？
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好，停，谢谢。来，有啥物人是今仔日生日的无？6月11敢有人生日？无，也好。啊，无敢有6月7走的？就是有嘛，毋敢讲有哦。摊拄啊，你听的时阵，对方敢有真正讲牧师讲的话？也是真济时阵是伊家己讲的。耶稣基督是安怎甲因讲？恁爱大声信，咱的信念系统若无改变吼，咱就是听20年吼，到尾手咱嘛是敢若听咱想要听的，这就是介危险的所在。所以是安怎有个人信上帝，信10年、20年，但是伊的生命拢未得到祝福。原因是伊敢若经伊家己要听的，若是含我的意见会合，我就加减啊听；若甲我的想法冲突的，我无法度接受的，我就安怎囥伫边啊？安尼其实啥物人是主？安尼到落尾嘛是我家己是主啊！所以这就是安怎咱的活命内底无法度享受上帝国的能力甲伊的同在。人若敢若伫家己的欲望内底滚架咧生活，伊到落尾，伊的生命一定会安怎？退化、老化、僵化、石化，了后伊无法度去改变。咱有想要爱的物件，了后咱会拍拼去得到。咱得到了后，咱感觉真有新鲜感，真有幸福感。但是过无偌久，咱就亚线。了后，咱阁想要爱新的，新的咱阁想要爱，了后阁安怎？阁得到新鲜感，亚线新的想要爱得到新鲜感，亚线新的想要爱得到，咱就一直喺个所在加到落尾，咱的人生拢咧追求啥？咧追求物质世界。但是咱的生命已经互物质世界甲咱拖磨要了呀，咱也阁无感觉。我已经互这个物质的世界拖磨到60岁啊，无定着，咱也阁咧想，我要趁偌济钱，也阁咧想，我的厝要偌大间。陈雷以前捌唱过一首歌无？规日嫌车无够趴，咧嫌厝无够大，有无？所以你着定定伫迄个所在，你想这想迄，但是拢无咧想讲，有一日我的肉体死亡，我的灵魂要倒转去上帝遐，我会当伫上帝面前高效无？耶稣基督，咧甲遮个人咧讲，就是一口气，就是一滴水，若毋是上帝所赏赐互你互我。早咱就已经拢总无啊！所以基督甲因讲，你爱为永远活的物件来拍拼，食了会枵，但是上帝安怎？这个物件是为着生活的满足，所以因讲摩西有互阮吗哪？耶稣甲伊讲，上帝若无落雨，若无互遐树木生伫迄个所在，摩西只不过是宣告上帝的祝福。毋是摩西，互你吗哪食，请你咧记哩，请你甲创世纪头清楚。牧师毋是叫你信牧师，牧师甲你讲的圣经的话语，敢若有一个目的，带你透过圣经认捌上帝，迄才是牧师，迄是牧师应该做的代志。牧师若甲你带来信牧师，无信上帝，牧师就爱落地狱。安尼听我的意思无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莫感觉牧师真牛，你也知影牧师真牛，咧甲你推荐的是一位上帝，
就是伊一位上帝，你一定爱认捌伊，迄才是真正，迄才是你来遮超找上帝。食了会阁枵，是上帝所赏赐的；食了袂阁枵，嘛是上帝赏赐的。迄是咱生命的满足，这个是生活的满足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活命的满足。所以，咱斟酌注意这两项代志是啥？到伫上界落尾，等咱学会晓伫上帝面前来念遮，透过圣经的话语，默念甲上帝怎样联合做伙。每一届读圣经进前，恳求圣灵来引带咱。每一届当你感觉无聊，感觉你野心，感觉你想要放松的时阵，你读圣经，甲读圣经当作你的休闲娱乐。你唔好去看电视，看野性啊，伫遐变变变变。了，你讲你咧放松，我甲你讲，看了的时阵啊，你精神愈紧张，因为你的头壳安怎袂冷静，你有遐声光影色，了伫个所在，甲你弄，特别你要困进前的时阵吼，你若去看变，还是看足笑亏、足趣味的迄吼，我甲你讲，迄一暗哦，你绝对困袂好，保证你困袂好，因为哪，你的头壳需要处理太济的资讯了，所以像咱困足久拢困袂饱。因为互遐物件扰乱了，咱人吼，就亲像一个离水器，伊会当离偌济物件。你透早起来就摕手机开始伫遐看，你敢知影看一个手机爱过滤的物件有偌济，爱处理的资讯有偌济，所以你会足忝。手机无发明的时阵，人也无遐忝；乌金刚出来的时阵，人嘛也无遐忝。手机愈发明愈侪的时阵，你含暗时要困进前，都爱甲手举起来看手机看到哪无50斤变60斤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甲读圣经当作你的休闲娱乐，是安怎？其实是伫迄个时阵，你的心灵已经开始咧摇过啊！你莫阁用这个世界物件来饲你的心灵，已经伤过侪垃圾食物啊！心灵的垃圾食物伤济的时阵啊，你的活命就会愈来愈恶杂，愈来愈艰苦，离上帝愈来愈远。所以爱拨时间出来食正顿，休闲活动的时阵，较侪听上帝话。你若无听上帝话，无听上帝话，人族有听上帝话，都也无一定有才调遵守上帝话。无听上帝话，哪有可能会遵守上帝话？你听我的意思无？有都做袂出来，无搁较都无啊，无都无啊，要安怎去做啦？所以，互咱倒转来超找上帝。主耶稣讲，是咱来找伊。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，甲伊活命道路真理向咱启示。伊到伫路尾用生命来见证，伊上十字架来见证伊对咱的疼，所以基督无失落伊的疼，一个都无失落。是虾米人失落？是咱家己失落。请你注意，我阁讲一解：基督上到十字架，就是咧显明，互任何倒一个人拢无因为伊来失落。因为耶稣伊若是干那伫伊的时代，伫肉体的时代，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，那安尼经过伊的时代了后，遐人会拢总失落，因为伊无上十字架。但是，就因为伊已经上十字架，这就是互伊的活命、伊的灵魂直到永远拢活着。所以，任何倒一个人，伊拢袂失落，伊已经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啊。伊就是活命的牛，伊就是迄条道路，甲咱引带倒转到上帝遐呢。但是无接受的人，伊就会失落家己。毋是基督失落咱，是咱失落基督。来，你甲身边的讲一个，毋是基督失落咱，
是咱失了基督。基督已经做成伊救赎的工啊！愿意搭进伊的人，拢会得到救恩。所以基督无失了咱，伊无欠咱啥货，伊就是伫听这个事上，伊已经也完完全全完成了律法了。伊应该做，伊拢总做成，救恩又完成。但是得无到救恩，毋是基督，伊做无够，是我这个人信无够。问题是出伫遮，所以你的人生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。你要信靠上帝，爱就近，爱读圣经，互上帝来的话语来引带你。来定定用圣经的话语来量看我的生命有走正义无？量看我的生命歪错去无？量看我的生命抑阁有伫上帝道路内底无？你一定会比人较好，我敢甲你保证，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好，因为你得逐礼拜来遮听，加减啊，一定会比别人较好。总是别人30分，你40分，你比别人较好，但是嘛是无及格。你听我的意思无？所以咱比别人较好无路用，咱是爱活伫上帝的标准内底。客观的事实是啥？世界是有末日的哦。谈拄则咱所读这段经文，你该看哦。耶稣基督讲伫末日我要互伊割我。但是咱斟酌注意，客观的事实就是啥物货？客观的事实，世界是有末日的。问题是啥？主观的事实是啥？你就是世界末日，你也未来。你讲甲当啥物人看到世界末日？好，无要紧。伫你离世，伫我离世迄一天的时阵啦，世界对我就无意义啊！你听我意思无？这是主观的事实，这更较是恐怖，因为你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无定无事，等下刚刚就怎踹去，怎伫遮，你就甲我摇去啊！你听我意思吗？你所以唔好讲无世界末日，我甲你讲，迄是客观的事实，也一定有。但是主观的事实是有一天世界对我来讲就是末日啦。我已经对世界无任何影响力，嘛无人会纪念我。好消息是啥？无论世界末日是倒一天来到，今仔日我已经甲我的活命甲永远的主相连。我听叹伊的话语，我对圣经热爱，以我的信念照伊的信念来改变，来更新伊的想事我活命。所以你爱读圣经，爱读圣经，甲身边兄弟姊妹讲，牧师拜托你爱读圣经，甲伊讲。来甲伊讲，为着你的生命，你爱家己读圣经，甲伊讲。所以咱得认真好拜托的。我甲你讲，永远我毋是一个目的啊，毋是一个目的地啊，嘛毋是一个时间的终点。永远我是啥？永远我是因为咱甲永远我的上帝连调咧。所以保罗才会讲，我活咧就是基督，我就是死嘛是基督的人哦。所以无毋对，这个肉体因为罪缘故，一定爱败害。我甲你讲，肉体若因为罪缘故，永远袂败害，你才是恐怖。我着爱较早死咧，啊啦，我才毋才永葆青春，对无？但是就是肉体一定会害嘛，所以有一天咱会死。但是安怎死啊了后，圣经甲咱讲啥？耶稣基督讲会安怎？搁我毋是灰魂呢。我若搁我的时阵哦，我像我安尼吼，喙齿欠过来去，啊目睭蒙雾酸涩流目油。头毛敢若白苍苍，安尼有啥物水诶？想当初我20通岁诶时阵，人我嘛是潘安呢。我甲你讲，搁活是啥？圣经伫哥林多书信讲，伊安怎样？是比现此时搁较荣耀、搁较水诶。迄才是值得咱欣赏诶。甚至迄个活命是安怎？亲像耶稣基督共款。耶稣讲啥？我安怎，恁嘛安怎？你知影基督迄个荣耀的身躯啊？虽然门关关咧，但是安怎？人拢伫个什么？伊啊，人伫内底，但是耶稣基督安怎要入来就入来啊，无互空间物质甲咱限制掉咧。永远活是甲上帝同在一款的状态，并毋是到伫死了现此时，我就是永远活；现此时你就是永远活。是安怎？是甲上帝相连喜乐的时刻啊！
活命的美好、稳定、疼痛、甲祝福，患难中的平安、软弱中的勇行、失望中的望，迄叫做永远活。我感觉你若拢无咧阿免啊，足奇怪嘿。人类每一工拢咧憔悴，但是你一定爱找到迄一块。你甲浅色放去旧色的，虽然会斗会落的，但是你知影迄毋对。憔悴是要为着互活命正确的，所以咱憔悴基督，是意味着基督伫咱内底的重要性。憔悴的基督也是表明咱对基督对咱的意义，耶稣对咱的意义。总是基督来是来，伊是来满足咱的生命，毋是来满足咱的生活。他是来满足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来满足我们的生活。但是你的生命内面的信念若先受更新、受满足，你的生活就自然的满足的丰盛。所有的物件一定是对内底大生开始的，毋是对外口入面的。我问你，你谁来食饭？因为生的枵嘛，对无？啊，你谁啦？你食饱费好啊？咱去食自助餐，吼，迄一个自助餐，即马听讲嘛有3000块，嘛有5000块的自助餐，你硬要去甲伊食互伊，吼，食输伊5000块呢？迄量下无加甲伊食贵袂啊？我讲你食袂赢伊啦。啊，你后食了后的时候，你就食，你谁啦会讲无爱食啊？你就饱啊，钱袂落啊，拢是啥？拢是大声感觉嘛，内底大声的嘛，敢是外口大声的？毋是，是内底大声的嘛。你谁人我都食啊济，我就知影我永远要食自助餐，所以我再也无食中昼无食，拢啥？拢大声内底拍算出来的嘛。所以你的信念爱大声改变，毋好互世界继续充满你的信念，互基督的信念来代替你的信念。咱才有法度得到永远活的活命。迄个食物，就是将上帝的话。耶利米讲啥？上帝啊，我得到你的话语，就该当作食物，该食落去啊！你的活命因为安尼充足，安尼丰盛。来，最后佫再一届，甲咱的兄弟姊妹讲，甲上帝的话当作食物，该食落去，甲伊讲来。甲伊讲，一工爱照3顿食，对，一工食140粒，知无？三个做伙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听明白你的话语，互阮甲你的话语食入去伫阮的灵内底，互阮的灵魂勇健。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得到满足、喜乐、快乐、望，甲真实的权柄，通叫阮伫地面上见证被上帝你的名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好，咱这是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做伙来奉献。一世人对主来行，三甲起立来吟唱。主啊，我一世人要甲你三甲做伙行人生的路。我要甲主做伙行，经过溪水爬山岭。我的目标，什么代志拢免惊，无论是好也是苦，拄着日头甲风雨。
来交托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作伴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一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我有耶稣，一世人甲我作伴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灵真正快活。一路上新的祝福，足足满满。但愿赏赐圣灵引带人的主上帝，因着基督的救恩，亲自互圣灵的气力伫你的内面形成起来，叫你所行的路得到伊的引带，互你心中的思想、笑脸，甲一切所行，伫引带内面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通互你伫地面上架脚的日子，行伫上帝的光明中。直到将来伫伊的国度显现的日子，通含伊三甲进入伊为人，就是信伊的人所有比永远的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等一个时阵吼，请这个上清的东港小组长、小家长会记哩到地下室去参加这个上清的会议，谢谢。